大桥车站跟市立图书馆总馆，还有相关关系地图。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是台南市立图书馆馆群里的总图书馆，位于台湾台南市永康区东桥重划区。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跟大桥火车站之间的地图。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是台南市立就在大桥车站附近呢。大桥车站西边有大武街。大桥在永康，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新总馆在永康，在大桥火车站大桥